你呈现，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，我单单属于你，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，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。因为我并没有再宝的经历，能够献给你，唯有我的心，我为你祷告，为你大呼救，是你能悦纳我，献上了全所有。愿我这一生能成为你心意，能完成你旨意。我来到你面前，就向你呈现，耶稣。